元和4年3月初5，卯时祭茶。祭茶大典以中华茶的形成与发展为载体，通过祭祀的仪式流程来表达对天的敬畏、对大地的膜拜，以及对先祖的敬仰和对茶的祈福。整体氛围庄严肃穆、恢宏庞大。祭茶仪式在武夷山县志有记载，相传元代统治者将茶正式纳贡茶，监制贡茶官吏在九曲西4曲南畔兴建了皇家御茶园，专门制作贡茶。当时就极为重视茶的祭祀，在特定时日供奉茶神，以保佑茶叶丰收、风调雨顺。今天，在中华武夷茶博园广场，我们以艺术的表演形式，通过史料传记进行加工和整理，为您呈现出这样一个祭茶大典。它旨在推崇天人合一、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法云和尚燃烛上香，以祈五福，献祭上3升果品，上烤乳猪，上文公供环，上明北公上武夷岩茶祭茶，请小峰道长施法祭天。观众朋友，您现在观看到的是八佾舞。佾是指乐舞的行列，也是传统礼制中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按周礼规定，在我国古代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6佾，卿大夫用4佾，士用2佾。八佾舞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舞蹈，是中华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礼的最好诠释。祭祀中的八佾舞表达了参祭人士对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无限敬仰和崇敬。上
现古时祭祀活动。在规定的程序中，茶农们齐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啦！”以祈求神灵保佑今年武夷山风调雨顺，茶叶丰收。看山开山，延续至今，这成了武夷山茶农的一种特有的民间习俗。